那相当于就是人他是从小的时候就是一个小朋友的时候，他就心里想，我爸爸有多就是什么样子，就是要多好的时候，我就要多好，就是我爸爸妈妈要多好多好，那我才会有多少多少，就你心里就一直在想，如果是有看到其他小朋友的爸爸妈妈很好的时候，那自己的爸爸妈妈好像不如他们好的，那心里小朋友也想，哎呀，我爸爸妈妈就像比他们的爸爸妈妈更好的，那我就会多好啊。那么我们的家呢，比他们的家更好的，那我们就会多好啊，会有这种的想法嘛？小朋友的时候，那人长大了也一样，长大了以后呢，也是会有很多很多比较，那就是羡慕他人。羡慕是什么呢？羡慕他人的这些能力感，羡慕他人的怎么说呢？长相也好，羡慕他人的这些金钱也好，等等各种各样。那这些来说到，就我们应该要去羡慕诸佛菩萨的这个大悲心，所有的众生都有这样的菩萨一样的心肠，所有的众生都是变成观音菩萨一样，那多好啊！就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么就不要想自己一个人就是这个世界上拥有什么样子的一个东西，就那多好多好啊！那就是我就有多少栋的豪宅，有多少的豪车，就等等这些，那我就会多好，就会这样想的话，也是没有用的。那我们就是应该要怎么去想呢？那我们就会想，所有一切众生严厉了三种痛苦，严厉了三种痛苦之因。因贪嗔痴以及五度，或者是这个一切的烦恼离开了以后呢，他们也不需要在地狱恶鬼畜生当六道轮回的痛苦。所以呢，这是一个多么殊胜、多么重要的事情，这样去发现。然后同时呢，看到任何一个众生的那些痛苦感，任何一个众生的不幸的时候，那这个他如果是这一次严厉这个痛苦，那多好！就像比如说现在现在正在打仗的那些地方的那些痛苦者，那么我们希望他们早日严厉了这些打仗的痛苦，多好！如果是今天就是有办法的话，那就我自己痛苦，有其他人打我，那就是一个多好的事情。不要打那些怎么说呢？现在站在的那个地方受难者变成我的话，那就多好！我愿意承担，我就可以做得到。以这样的情况下，以这样的发愿是一个非常好的，这就是自轻他重的一个菩提心的一个方法。那如果是平常我们就是好的时候，很多大多数的怎么说呢？实践人修持佛法也是在包括听课的时候，听课的时候都是只喜欢言语好听的幸福的，都是说你修这个法会长寿，会健康，会发财。然后就你念这个经的话，就是找不到男朋友的人马上会找到男朋友，找不到女朋友的人马上会找到女朋友，然后家庭顺利、健康圆满等等大家都觉得哈哈，这个很喜欢，这个我很喜欢黄车身我很喜欢修格雷佛母那就是很多人都会这样去想，那就是有自私之求在一生当中。那如果是讲到这些面对死亡等等中阴的过程，连这些的时候都不太喜欢听。那因为这个方面来说，我们曾经都是那么宣传这个文物改正的法跟文物改正方面的中阴法的时候，也有遇到过很多人说，哎呀，台湾人不太喜欢这些死亡的法、中阴的法，台湾人最喜欢那个黄车身发财的法。那当然发财也是很好但也是再发财也是到最后也是必须的要面对中阴嘛。那如果是你没有今生真的没有修发财的法的话，也许你可能有前世的因缘，你肯定也是今生就是不吃出不吃穿，不出吃不出穿，那就是今生你可能也不会那么困难吧，也还好吧。也许可能是这样但是如果是你没有修中阴的法的情况下，你不管怎么样，到最后就是面对中阴，面对死亡，这是就没有办法再怎么说呢？
逃避的一个事情嘛。那如果是你真今生没有发财的情况，也是靠你自己的能力，不用靠什么财神的能力的情况下，你应该说不定也是过得好好的，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嘛。但也是人都不会这样去想。一个正常的，就是他对佛法有一点的兴趣的，但是有一点的信心的啊。那如果根本没有佛法没有信心的人，连这些都不用讲，那财神不财神，那就跟他没有任何关系的。所以就他把一切幸福，他当然就是也是今生要更幸福，但是一切幸福都不会指望任何的就是佛法啊这些的，他根本就内心里面都想不起来的。算是已经是学佛的人，但是他也是有很多的选择是什么？那么就是有兴趣、有信仰，但也是还是不是很虔诚的，尤其是在因果方面，就是放不下执着的人，都会只想今生啊要发财啊，什么就是要桃花运要好啊，什么什么什么。一讲到这个啊，你修这个的话，就是很有桃花运啊什么的话，那很多人都是很开心的啊，嘴巴子张开在哪里啊？我要去学这个法，就这种，就是尤其很多年轻人嘛，就这个好像这个女生比较更严重的样子，就看起来好像台湾好像也并不是那个怎么说呢，那个男生那么少，女生好像这个我不太懂，但是这个很奇怪，人的贪心是很严重的。所以呢，就是贪心严重到什么样子的地方呢？台湾的很多男生呢找不到台湾的女生，去其他地方，必须得要去找那个老婆回来台湾，对不对？原因是什么呢？台湾呢就相当就是彼此的要求太高，要求什么？贪心太高了，一定要有车有房有能力，就是生活好好的才可以嫁。但是他没有嫁的情况下，自己也很辛苦。台湾很多女生也很辛苦，很辛苦，很辛苦，但也是不愿意嫁给台湾的男生。相对的，这个差不多有能力的人是都不愿意嫁。如果是真的就是没有贪心那么高的情况下，大家两个都平民一点的话，就是也是过得很好啊，说不定过得不好。但是呢，就其他男生也一样啊，就是在台湾，就没有办法的时候呢，去外面找回来。那外面找回来的，那就是找一个工作也不好找，打工也不好，就是没有多少钱等等，但也很辛辛苦苦的，好像就是最没有能力的这个台湾男生去外面带一个老婆进来的时候就生小孩，好像过得也好好的。当初一个台湾的女生嫁给他的话，应该也没有什么，就也许可能过得没有比这个更好的话，也是一定没有更惨嘛。看起来这样，但是人类的贪心和欲望就是这样，欲望一直都是眼睛实际上在这里，但是很多人的眼睛都在这里，所以一直往天空里面看到天是空的，没有一个就是真正的就是到底的时候，所以就这样，所以就人的欲望就是这样，都是会想自己。但是我们修菩提心的时候，就是为众生要想这些，不是为我自己要想这些。为众生想什么呢？就像我们刚刚就是今天刚刚学到的，前面就是那个国王就是布施他的等级的时候呢，他也是一样，他没有其他的需求啊，他没有任何把这个对方给他什么回报，而且是他也并不是说对方前面就是他帮他做了什么，不是这样，前面他就是逼他去森林当中的也是那个国王啊，他们也是那个就是怎么说呢，那个率领他们的军队打他的国家，但是他的儿子就是把他们都赶出去了，没有打赢而已，实际上就是出人。但是后来他们自己又痛苦，又那个饥荒等等各种各样的痛苦的时候呢，那又知道了得到他的等级的话，他们国土就是会好，所以又就厚着脸皮的就是来跟他要他的等级，他也同样的就是布施给他，到最后就是他的大臣们跟众人问他说，看你那么辛苦跟那么痛苦的样子，但你一点点不好会是不可能的事情，他们就有点不相信。他也是最后他就誓愿，就是那个真理就是这样的，他去发了愿，他如果真的内心里面没有后悔的情况下，完全能够可以再恢复他的身体，就已经恢复了，这些都是真理。那如果是我们任何一个人，今天在这里的任何一个人，从内心当中真正的做到这种的怎么说呢？发愿的时候也是同样的有效果的。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身苦意
三个当中，心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就是并不是说特别重要，外形、外表，这身体做了什么，嘴里就讲了什么，这些实际上不是什么特别重要的。实际上来说的最重要就是内心的。那我们从直接看的话，就是一个众生，一个乌龟，在岸边，就是大海边上，就有那么多的蚊子一直吸它的血肉。然后就他最后断出了生命的情况下，以我们一个实践人来说的话，那有一个人看到了，好像一个乌龟，好像它可以动，但是也是它没有走，然后它那边最后呢，就是它是被蚊子怎么说呢，吸它的血就死了。那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一般的人都会这样想，当然众生就是这样啊，尤其是这些畜生是很笨所以它不会跑那他没有能力可以把赶走那些蚊子那我们人的话很好，蚊子是很简单，就这样，它就没有了嘛，对不对？所以就人是会这样想的，但实际上就根本不一样，外表就看起来那个乌龟是很可怜，但是实际上他内心的发心才是真正的菩提心，真正的为众生的菩提心。那么这个里面他嘴里不用讲什么我是为所有一切众生发菩提心，我此时此刻马上要得到菩萨果位，他没有这样这些，但是他的行为是这样的情况下，他的结果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佛法是什么呢？佛陀给我们讲的什么？整个轮回的一个众生的来与回的一个完整的一个轮回。那么这个呢，就是讲的不光是一个众生，所有的众生。而且所有的众生的从无始的时间到最后成佛之间的整个的经过的一切的过程，那么一个人的一天，我们能够可以想出来的这个起心动念的这个怎么说呢？那个一天从早上到我们每一个人从早上起床或者是醒过来到现在，有多少的这种念想，数不起来了，对不对？但是佛陀完完全全就是没有任何的错误跟差别的，都已经是清清楚楚的。今天在这里就是完全在他的手中展开在他的手中一样的一清二楚的。那么他把这个全部都是分析，然后就是要所有的这些因果的道理，让众生怎么样的去做，才会得到什么样子的果。那就讲得非常清楚，所谓的佛经就是这个。好，那我们今天到这里。自本作灵着康着